继续关心行政院中正纪念堂转型推动专案小组有3个成员，最近是伫媒体顶头写文章投诉，因讲专案小组甲打拢无具体成果，伊嘛批评执政党无意志，嘛无才调。严格行政院长陈建仁是对外表示，行政院伫中正纪念堂的转型，即马是当地透过汇报的机制收集各界意见，政府毋是拢无做代志。另外嘛强调，目前并无拆掉的规划。模拟拆掉中正纪念堂厝顶，将灯体柜包起来，还是将灯上刷到地下石坑？这是民间三大设计学会发起的竞图展优胜作品，提供为伫台北市中心43年的中正纪念堂多元的新设计。也毋过最近行政院中正纪念堂转型推动专案小组成员拄约。黄淑怀、叶凤玲联名投诉媒体，指出文化部开千万补助相关活动，刷电话无清，专案小组到打无具体成果，批评执政党欠意志甲能力，使之转型停滞。太慢了嘛！他在任8年，而且国会还都是占绝对优势的，都不能推动，如何去做？这完全要靠政治意志，不是用说的。对小组成员的质疑，行政院长陈建仁回应，蔡总统前嘛，伫下定进前会当个推进转型正义，也毋过也强调目前无拆除中正纪念堂灯体规划。蔡总统也指示呢，希望在他的任内结束以前，在转型正义上要有所进展。关于中正纪念堂转型这件事情呢，确实我们有相当完整的这一个研议。那目前在进行的过程当中，并没有所谓即将拆除这样的一个结论。我们会继续透过各个管道呢来收集各方的意见。担任专案小组召集人的行政院副议长陈文灿表示，中正纪念堂转型议题包括安怎重新确定组织定位，安怎做到去个人化、去权威化、甲空间改造。目前议员咧甲专家学者共同讨论，希望找到上大共识，也有过证言，当日评估推动转型正义5法修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